启示录第9章。第5个天使一盆好痛，我就看到有一粒神呢对天堂跌下来，落在地上。摩大行的锁匙就交本记，佢打开摩大行，有烟对地背冲出来，像烟对大火炉冲出来一样。日头到天空全部因为摩大行冲出来的烟变作雾雾。有草蜢对烟地背出来，落在地上，有能力书本记到，像地上的血的所有的能力一样。记到书吩咐唔好伤害地上的草、树也是其他的植物，只有做得伤害记到日头无沾上帝的印的人，草蜢无权害死掠到人，只有害记到受苦的人。这种痛苦就像人本血的当道一样，在这5个日中，人为求死不得，想死不能。草蜢的样式像准备爱上战场的马一样，记到的头拿带点像金的做的面料，记到的面像人的面，记到的头拿上毛像妇人家的头拿毛，记到的牙齿像狮的牙齿，记到的胸脯所挂顶的像是铁做的护心镜，记到的衣甲发出的声像一台乘战车上战场发出的声，记到像血的一样，有米也有热，有能力害人受5个月的痛苦的就是2个米。有一个王管理记到，就是管摩大行的天使，佢嘅名希伯来话按到阿巴顿，希腊话按到阿波伦，意思是毁灭者。头一种嘅灾难已经过脱，看那天天还有2种嘅灾难而来。第6个天使一盆好痛，我就听到有声音对上帝面前嘅坐金坛嘅4只角头发出来。这声音对盆好痛嘅第6个天使讲：将棺材有法拉底太后嘅4个天使放出来。嘅4个天使就得到投标，佢哋係早就所安排好，而在2年、2日、2日、2時，只睇人類嘅1/3。其邊吹嘅數目有2億，佢哋嘅數目我有聽到。在異象中，我看到幾條馬留騎兵，騎兵作等紅槍火，藍槍藍寶石，留流黃色嘅護心鏡，馬嘅頭像獅嘅頭，佢哋嘅嘴有火、煙、留流黃噴出來，人類嘅1/3被馬嘴所噴出嘅火、煙、留流黃。這3樣災難開始，馬嘅能力在佢哋嘅嘴，留佢哋嘅面，佢哋嘅面像沙，也有頭，佢哋就係用2條頭來傷害人。其他嘅人無本2條災難開始嘅，還係唔悔改，唔肯fit踢佢哋親手所做嘅偶像，佢哋還係照常拜魔鬼。到偶像，這條偶像係用金、銀、銅、石頭、樹嚟做嘅，唔會看，唔會聽，也唔會行。這條繼續犯兇殺、邪術、淫亂，頭拿2條嘴，完全無悔改。